Hello， 你好，我姓蔡。今日咧再同大家介紹下呢個 CC Lodge 悠遊台嘅單位。今日咧呢個係一個入契天台嘅單位嚟嘅，係一個高層嘅 A 單位。實用面積咧有961尺，而天台嘅面積咧有703尺嘅。呢個單位咧採取3房1套嘅設計，另外咧仲有工人套房嘅喎。同大家慢慢參觀下個單位先啦。呢個單位咧採取長方形嘅設計。而有一隻差唔多落地嘅大玻璃窗，令到呢度採光率非常之好啊！飯廳嘅位置咧都好闊落，擺餐台好方便啊！跟住帶大家睇呢個就係主人套房，亦都會有一面好大嘅玻璃窗，差唔多落地。呢邊咧有一個衣櫃，陽房嘅浴室，浴室咧有一個沐浴乳淋。另外仲有一個浴缸添喎，旁邊咧有一隻大窗同浴室寶。第二個房間都有一組衣櫃。第三個房間呢度有一組衣櫃。呢個浴室咧就採取旗杆設計。廚房嘅設計，工人房、工人廁。呢度有個吊頂嘅碗櫃，大量嘅櫥櫃啊，抽油煙機、煮食爐、焗爐、雪櫃、洗衣機、乾衣機一應俱全喎。呢個位置咧就係 A 室嘅703尺私家天台啦。呢度嘅景觀咧都尚算開揚，大家咧就可以悉心打造呢個天台花園啦。上一集咧同大家介紹過2個中層嘅單位，今集咧另外介紹2個，一個天台，一個地下有露台嘅單位俾大家參觀。上一集咧同大家介紹過悠遊台咧由僑福地產興建嘅，僑福地產咧有陽明山莊呢個咁大型嘅豪宅群。悠遊台咧喺2000年落成嘅，但係業主咧喺2019年用咗5500萬翻新外牆、停車場同埋各方面，令到升級咗好多啊！而呢個咧就係961尺嘅3房1套單位，出面咧仲包括有一個露台添嘅喎。而呢個單位咧仲包括一個露台添喎。飯廳嘅位置，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嘅浴室，第2間睡房，3間睡房，浴室，廚房。悠遊台 CC Lodge 咧，業主已經出咗價單㗎啦，大家如果有興趣索取嘅話，喺下底留言啦。另外，希望大家能夠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俾你嘅朋友睇。哇！呢度充滿花香啊，行幾分鐘就可以落到大坑尋找美食啦。喺悠遊台 CC Lodge 行冇幾分鐘咧，就可以落到嚟大坑尋找美食啦。呢個樓盤咧總共分開2集嘅。大家如果想睇呢個樓盤更多嘅資料，譬如校網啊、附近嘅環境咧，可以睇翻上面呢集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嚟睇呢個樓盤嘅話咧，俾電話我啊，我姓蔡嘅，我電話952312228，拜拜。